今日真运动欢喜呢，大摆人乡下出去啊，就做得简单发现生活嘅趣味。哎呦，你按样讲，我要歹势啦。爱人讲哦，也是爱人准备嘅电路，讲讲。电路。啊，今日你交房唔主任吼。我就唔记得咧，生来就会按样去，讲嘛该中意啊，都系清菜讲的，谈恋爱过后啊，嘛该事情都唔会做的。无啦，我虽然无准备哦，不过我安尼真心真中意你呢。啊，嘛该中意啊，故说你就会唔爱咯，那系你有爱爱的话，你就会讲懂中意爱，没懂爱爱。无，我中意你哦，我很亲爱你，认真唔好按看哦。细烂人老细毛人哦，其实都懂冲是按我建议你的嘛，因为啊，讲实在啊，对哦，我其实没有准备电路给你啊。你真运动好讲笑呢。好啦，继续打开来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其实呢，普通时你都会讲啊，细烂人、细毛人啊，拄到错嘅人哦，当然都会情人节，不过我心肝都低，你还呢亲要紧按嘅事情。我想到你会记得呢，真运动干唔错。你还记得啊？俺公司张乡下嘅头一年啊，唔系冇人讲根本你很嘛干热的呢。公司我真运动伤心，伊就从伊个太书头强用，看我欠的动久。头一年哦，我都按我打嘛，都唔低，我捌都讲吼，你都会像平常时用的去示范约会都好，你看哦，甲别人家我都低咧，你迄亲好过按我建议个人。唔错。你向别吩咐呢？你讲得到诶，我做得到，我都会尽量去做。我真运动其他地方都很嘛嘅电路呢。你继续打开来啊！哇，嘿，咱嘢讲超新嘅天赋呢。嘿啊，就讲嘛，咱讲啦，甲咱嘢讲都像你特别好康嘅亚强强样啦。我吼，永远爱你。我按样讲啦，给你们继续打开来啊。不过你看要动强咧。打开来看嘛。哟，日本买都冇呢。冇唔错，就会马街都冇，因为拿去送年就会按压下乡下嘅时间。哇，按好嘅想法，当就是你当好当好。冇啦，骗唔嘅啦。啊？呀，真系啊，真件爱送本唔嘅电路，真真。哦，变古变怪，用我咩按强哈？根本没强用冇变东西。冇，我保证下摆啊，地步都一定有东西哦，各位啊，一定没系你懂中意嘅东西，相信我。打开来啊！哇，迄个一次上去嗰件蓝印发通嘅课程嘅票呢？你用唱喺倒哈？唔会人唔讲，你再给我详细看一下，也系送人票哦。你做得乡下去上课？很厉害哦，很不想。来啦，我来整理下。冇按用啦，一下啲老本嚟当排声呢。按姜排水。你讲手菜啦。冇啦。哎呦，也两上运动好讲笑诶！原来也记得哇，乡下用5年的时间呢，为维持养5年的时间，长时间的恋爱，其实非常冇容易呢，真经恭喜记得哦！看来啊，有上时啊，准备一条个小惊喜，每一种本感情更较好嘅一种好方法哦。像我7家啊，当中意疏导法诶。係講啊，下班嘅時節，對方帶嚟一發來親愛，哇，真係動浪漫呢！愛好聽錯，為更加行愛對方，行卡愛愛嘅難愛一般了。好啦，我講你按到吼，無吼，我就強下嚟看一下，接下來有哪條嘅詞彙，韓國記嘅，我留大家強下嚟分享咯。今日呢，我同大家一開始分享就係。简单，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简单，简单。南西人爱用版讲，简单，简单。冇唔錯，
简单过生活，其实咪系同重要嘅事情哦。但是啊，亲人之间啊，也生气嘅事情，应该系讲过长也系相处，带条嘅趣味，就会知道哇，几当好笑诶，也系呢，当然呢都有无同样嘅欢喜，错冇？故说趣味，我用办讲呢，亲密。亲密，大家讲的当好哦。故说大家就做的发现到，生活当中有当多亲密的事情，做的按样讲，可以简单发现生活的趣味，做的简单发现生活的亲密，做的简单发现生活的亲密。男士人应用办讲呢？做得简单，发现生活嘅趣味；做得简单，发现生活嘅趣味。用简单嘅角度，其实啊，当多嘅事情都当成趣哦。接下来呢，我教大家一句当接常用嘅用语，就是不好意思。客家话会按样讲。歹勢，歹勢，跟男士人應用辦講呢？歹勢，歹勢。錯，講嘅當好哦。古時候啊，有上司誒，anyway 講到誒，愛愛啊，當講誒，哇，今日當上誒，也係呢，去稱讚別人的一些話，稱讚到他覺得。這樣說我會不好意思。客家話應用辦講，按樣講我會歹勢，按樣講我會歹勢。跟男士人應用辦講呢？按呢講我會歹勢，按呢講我會歹勢。韓國啊，兩上影響下啊，比方講愛準備當多嘅驚喜，也係呢來安排當多嘅禮場，準備就係當重要嘅哦。準備應用辦講就係準備，準備。古時候啊，係講啲廿條嘅周年紀念日，就做咧準備禮物。禮物嘅客家話用辦講，訂路，訂路。男士人應用辦講呢？偶像，偶像。都好哦。古時候呢係講愛送本期嘅時節，就做咧按樣講，這是我為你準備的禮物。也係我老準備嘅電路，也係我老準備嘅電路。男士人應用辦講，也係我團準備嘅偶像，也係我團準備嘅偶像。接下來呢，同我教大家就係開玩笑，客家話用辦講，另外講。講笑，講笑，跟男士人用辦講呢？講納，講納。係啊，係講男我一般，當好講笑，其實吼就會知道老氣腔下係唔係要更加歡喜呢？係講佢真嘅當好講笑嘅話，就真係按樣講，你真的很愛開玩笑。真嘅當好講笑，真嘅當好講笑。男士人用辦講呢？真是該好講啦，真是該好講啦。唔過講笑啊，係我記得要分寸哦，唔好聽高調嘅話，按樣就唔好咧，按樣動悄就唔係講笑嚟，錯冇啊？再過來呢，我教大家呢，就係我愛你嘅客家話，我用辦講，我愛你，我愛
方讲啊，有上是男我一般就会讲，我决定要给你一个承诺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爱你。我用班讲呢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爱你。男士嘅用班讲呢，我愿意爱你，我愿意爱你。唔会永远爱当人男我一般无啊。愛啊，其實也當重要嘅事情哦。故所咪希望大家做得好好經營你哋自家嘅關係。好啦，可惜咧，按到嘅詞彙唔係大家記得要記到呢。要強用嘅興趣，真正係一當重要嘅事情。看上嚟根本嘅嘅戲劇就底下講，愛維持一感情。真嘅係無按容易嚟匆忙啊！因為喺過程當中，唔會付出更多嘅時間、更多嘅心力，還有更多嘅耐心，更多。最重要就係兩三人要用辦嚟去溝通，來表達自家嘅感受，還有想法。按樣嘅感情啊，將會長長久久，唔會知道斷開哦。根本嘅呢，好為你當到嘅客家話，唔知大家要記起來無啊？唔記得無相關，等下啊還有複習時間，我留大家呢，共下來複習一下根本嘅恩雅主題。愛無，也就共下來複習咯。